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3，旧历的4月初1，礼拜四。继续来关心台湾新冠病毒的疫情。先来看海军敦睦舰队判照军舰，有5个人发烧。支队长陈道辉讲，伊有来回报一个人发烧，也毋过国防部清过资料了后讲，无发烧回报的记录。陈道辉昨接受到立委用电话质询了后，利用舰队的内群组，甲官兵、甲学生来回失礼，讲歹势，互因受牵连咯。有基层的官兵为着陈道辉去甲蔡总统请命，更加有人对国防部长严德发杀干部出来担罪，真不满。伫个面册社团痛骂因这个大头家严德发。海军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20日接受立委电话质询。身为军人，我们宁可死在海上，死在船上，我也不可能让病毒去危害我们本来就应该保护的国人。就算被处罚有案发挥军人的本色，但道辉20日伫舰队内部军组发配给各官兵，讲美好一战我拍过啊。不过这阵也有27个治疗中，也有恁的亲人朋友忍受甲各位分开，忍受别人的眼光的苦。支队长向所有人道歉，互恁受到牵连。也佮讲伊是中华民国海军军官，伊是海军官校的大门行出来。我爱海军，我爱国军，我更爱国人。我没有做不起做不起对不起大家的事。陈道辉被停处，基层官兵非常激动愤怒，向总统蔡英文上书，请求收回声明。有人伫面册不满国防部长严德发替干部做祭旗，痛骂严德发无保护部属，也佮甲罪过撒互伊，无帮忙澄清，这个到底是国军的部长，也是盟军的部长？敢有看到海军的智慧，也是互总统过来下手着平复？陈道辉嘛承认，反正军舰5个人发烧，伊无完全汇报。有1员比较严重，他住了2天，所以我有回报。剩下4员，我很诚实的报告，我并没有回报，因为医疗小组给我的建议是，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。国防部表示，清查敦睦舰队每港飞团的安全汇报表，确实无任何人有发烧的记录。来进一步厘清陈道辉的讲法，嘛伫23开始每港召开记者会，对外说明调查进度。